瞓成一覺，尋晚好似有嘢咬，好痕，點算好啊？唔使怕，有鱷魚世家嘅鱷魚油，佢有天然成分，絕不含有害物質，100%純正嘅鱷魚油，仲係由鱷魚媽代理，有名有姓，品質保證。佢唔單止可以止痕，仲可以治療燙傷，就連啲皮膚好乾燥、掹掹緊，感覺好似就快要裂開咁，都可以搽佢㗎，堅係 work 㗎。啊，唔單止咁添，佢最重要嘅功效係可以用嚟醫濕疹。啲 BB 仔啊，成日濕疹搞到一笪笪紅鬼晒，左拗右拗，最重要係成日喊啊！老實講，作為 BB 最親密嘅人，我哋又點會話唔心痛啊？所以成日左思右想，上網查晒資料，好在我發現有鱷魚油，佢簡直係濕疹救星。當 BB 沖涼嗰陣，滴幾滴落啲水度，幾日之後 BB 仔嘅濕疹明顯改善咗，B 仔開心，大人仲開心啊！咁好嘅嘢當然係要 share 俾你哋知啦，一支都只不過係328蚊，唔好睇328蚊好似好貴咁啊！其實可以用好耐㗎。嗱，你諗下喎，每次都只係落幾滴，一支有排用啦，所以328蚊真係好抵。一啲啲都唔貴啊！如果 B 仔啲濕疹真係緩和咗少咗，就記得 share 俾人啦，多一個人知就少一份擔心。